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总统普丁拜三伫罗西亚南部见支持者，这嘛是瓦格纳佣兵集团兵变了后，普丁头一届出现伫公开活动，秘书是要拍破政权无稳定的谣言。另外，针对普丁的权力感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前也是真歹讲，而且拜登嘛阁讲唔对话，伊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讲做是伊拉克战争。 好大声化的强烈支持者包围俄罗斯总统普廷拜三暗到俄国上南边的城市，伫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吉尔宾特访问，甲官方国的几百位支持者见面。这次自从俄国的佣兵集团瓦格纳发生兵变了，普廷第一遍参加公开活动，伫画面上甲热情的民众亲切互动，敢若是要回应外界有关于政权无稳定的传言。 том, как мне будет реакц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в системе. 参访期间，普廷甲达吉斯坦的领导人梅利科夫见面，特别强调伊相信民众的支持。梅利科夫也对普廷正普塔，讲所有民众拢相信一日兵变期间所有的决定。 不过，西方国家甲媒体拢评论，瓦格纳的兵变虽然无成功，不过已经明显减弱普廷的领导权威。美国总统拜登拜三也和记者问讲，普廷政权是不是拄到威胁？ 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NATO.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Union. It's Japan. It's 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并无受到叛变的影响，持续停来。拜日俄军轰炸乌东一间餐厅，造成真侪平民死伤，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包括3个囡仔，也有至少56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骂普廷等俄国高层是土匪。 І в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знахабніли безкарності від цієї безкарності та почали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весь світ. 泽伦斯基讲，伊拒绝任何冻结冲突形式的和平提议，并且家己提出10点方案，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军撤出，也个恢复乌克兰的边界。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